同大家介紹下個魚缸先。30寸缸開咗3年，冇化淡，冇水瀾，靠嘅就只有濾桶同埋2個沙樽。至於濾桶方面就係用緊富華嘅305，或者同大家講講啲魚啊。缸裏邊嘅開缸功臣分別有2條小丑、藍鯛同埋條高藍。首先講2條小丑，開頭係買咗6條嘅，後尾就5抽1、4抽1、3抽1、2抽1，最後就剩翻哋2個。藍鯛係購自當年嘅川河，50蚊，開頭5毫子嘅 size， 養到而家我諗都有5寸幾6寸啦。至於高蘭，當年就喺樂悠悠買嘅，1蚊咁上下 size 啦，40蚊。轉眼間而家已經變到6寸魚啦。跟住落嚟就係2年半魚嘅藍面，藍面就係喺呢一個江海買嘅，當年呢就220蚊，而家呢做咗江中嘅惡霸。不過呢，佢長期呢都係匿喺自己嘅竇裏邊，除咗食嘢同埋兇人之外呢，都唔會走出嚟噶啦。跟住落嚟嘅2個成員就係皇帝同埋呢一條黃三角倒吊。皇帝同埋黃三角倒吊係4月左右啦，今年喺呢一個江海買嘅。皇帝買去嗰陣時其實係藍圈嚟嘅，佢話嚟自東非250蚊，但係估唔到返嚟2個月之後就變咗皇帝，而家變咗咁鬼肥仔啦。黃三角倒吊160蚊，開頭返嚟都係瘦蜢蜢嘅，估唔到佢食嘢都好似吸塵機咁，而家個肚呢都脹卜卜啦。最後一個成員就係發仙仔，發仙仔呢買咗大概1個月到，係幫呢一個買魚另一選擇喺呢一個葵芳嗰度買嘅3嚿水。開頭第1日落缸嘅時候呢，就俾呢一個皇帝同埋呢個藍面抽到佢飛起，不過呢，佢人仔細細識得匿，1日之後呢，就冇事啦。而家呢，自由自在，食嘢又係食到好似吸塵機咁樣嘅。好啦，不如我哋睇下佢哋開餐嘅情況啦。漫遊天地，因偶然結識你，現實允許一起走幾千百里，親疏也有限期，別離滋味，只怕無法謹記，日後你跟多少新相識一起，恒河妒忌。